吴董，有，我们今天去哪里吃饭？蛋姐来去桃园餐厅吃饭啊，因为我们上一次有请员工吃尾牙，今天的话就是过年前2天了，我们要发年终奖金，发年终奖金一起又请员工吃个饭，把所有的员工的凝聚力更好，让他们知道说明年到底要干什么。发年终奖金一起再吃个饭，这样子的凝聚力会更好。做一个头家人，随时爱要请员工吃饭，不是请一寡古老朋友吃饭、酒肉朋友吃饭，请员工吃饭，让员工对你也更较好。这是做生意人、做头家上爱做的一件工作，一定爱去做头家。若要做的成功，一定爱定来请员工吃饭。员工若加请来吃饭，员工对你从你心中都重要。安尼啊，这才是上该重要。所以说，你当一个老板，记得要舍得给员工，员工才会